相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做伙关心天气，咱来看温度。目前咱台湾伫大低压带内底，咱台湾附近有几内个低压的环流。伫东平即个透早已经变做热带性低气压，那南海阁有一个，这两个拢有机会伫未来24点钟内增强变风台。一个可能是今年第9号风台罗碧，一个可能是第10号的风台银河，两个嘛互相牵引、互相影响。南海即个若是讲变风台，就会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不管安怎行，拢爱细致的引进西南风，带来大雨也是大水雨。伫今仔日的天气，各地拢有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西半部高出现局部大雨，若过昼了后，各地山区嘛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伫温度的方面，今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0度至32度。江崎县连续上大雨，雨来嘛，甲河川的水头挖20栋的水流查甲粪扫，拢冲到东石渔港的出海口，是引起民众的不满，嘛影响渔船出入。另外，伫德家乡有真侪主要的大路，嘛因为落雨落甲地基拢流去，当地民众讲，这是头一届去拄着。规片的土石拢看现见，点仔加路规拢放落去，这是嘉义县德家乡光华村的重要干道。因为连续几落天落大雨，因159甲32溪地基拢流失，当地民众拢用行的，真危险。县府加乡公所赶紧派人来抢修。0801的豪大雨，造成我们嘉义县的山区很多的路线都中断行驶上有堪虑的顾虑。民众要出入拢有问题，而且沿路也有真侪树仔倒去，大家最近处理倒去的树仔。一个村民辛苦种的果子树，全部拢被冲到山骹去。大雨也予金西村166线65溪边坡路落去，西雅村南电北上的大型电塔的地基也拢乌空去，唔知敢会放落。伫遮做几个10年，拢毋捌拄着安尼吼，即个安尼放一个，看着拢怎拢人拢戆个。我这足辛苦安尼吼，去放安尼路含路拢袂通啦。离我们的基础大约有55公尺处跟它的距离有大概有50公尺的一个长度经现场评估，我们推了强度安全无虞不影响公共安全。同款伫家己馆长伫咧河边，甲水内边的水流查好起来，连续几落天落大雨，埔子溪顶楼的一寡水流查甲粪扫拢冲到出海口的东石渔港，要甲20栋的水流查甲粪扫，甲规个港口的海面塌甲满满。县府伫初三赶紧派人来清。今天早上已经派驻我们厂商将机具已经进驻利用海域上的船筏以及陆域上的怪手将这些漂流物来尽数清除。港口拢是粪扫甲水流查，渔船无法度出去，也可能去弄到沿海饲蚵仔的鸡仔。家己这边的大雨造成真侪所在有灾情，排水整治甲边坡的安全特别受到注意。民众希望伫咧后一遍大雨来进前，会当赶紧做好预防甲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家己这边落大雨嘛，造成农业损失，真侪未富收成的菜色拢浸伫水里，损失是真惨重。新港乡农会就表示讲，这个所在正常侪就是应菜，差不多有4成，即马拢拍算去啊。农民伫水也未摕田内底靠应菜，新港乡昨落大雨，除了造成路边淹水，一寡田嘛受灾严重。有农民讲，家己种来的田差不多淹8、9成去。今仔日就是大家拢安尼有法度抢收就先抢收，无你到明仔载来就炒菜就拢爱烂掉去。这咱昨暝抽几点，才转去啊？到今仔透早就过来抽，到今仔规暝拢无休困啊，安尼。新港乡是家己县青菜主要产区之一，昨个大雨，新港落了300多毫米。农民讲，应采管道差不多有20公分，但是有的所在已经淹到60公分。新港最大宗就是空心菜、地瓜叶。空心菜的状态，温室里面至少损失都在4、5成左右。那因为地瓜叶水泡了之后，基本上会，太阳再出来，有可能都整个烂掉，它的损失应该会在7、8成。家己县农业处表示，目前有收到水上、新港甲民雄的损失回报。受损的面积有392公顷左右，损害金额掠算将近900万，会向中央汇报。若是符合救助条件，嘛会协助农民来申请补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最近中南部咧落大雨，水库的水是甜甜甜。咱国内规模上大的台南詹文水库脱水率已经达到9成，昨中昼开始漏水，整一届甜甲爱甲水漏掉，已经是2冬前的代志。
大水沿一楼水沟规个冲出来，冲几落站楼悬。伫边看的民众也赶紧摕手机出来翕。初三中昼12点，我要2年时间无下洪站的水库，总算搁放水啊！对，我们昨天有上网查一下，将近2年没有放水，所以还蛮期待这次的。对啊，之前不是缺水嘛，就难得现在还有泄洪的机会，赶快过来看一下。民众真欢喜，就走来看。咱们水库最源头因为连续落大雨，水一直流入来。初三早起，咱们水库的跳水率已经超过90%，南水局决定下洪，而且爱减少对水库水尾的冲击。所以用慢慢增加方式放水，先以每秒300立方米，下晡2点调整到950立方米，作业时间差不多11点钟左右。就是说，看如果水位回降到226，那我们大概就会来开始关闭闸门，那转为发电放水这样子来调整这个放流量。水库下洪是为了要留欠水的空间，连续几天落大雨，互南化水库持续满库。7月2日开始到这个月初3，连续9天拢是一楼的情形。那南化水库也是因为在前一波的干旱中，我们水利署是尽可能的从高屏溪的甲仙堰来取水，所以目前南化水库的溢流量也大概在40到110cms。根据水利署的资料，目前全台湾拢总有9座水库立做放水间界，包含日文水库、李义潭水库、乌山水库等等。水利署是讲，最近一寡水库拢去放水，提醒民众唔通因为雨有小休者就挖进河川。若是住伫卡水尾，也甲工作人员爱快速离开河床，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咱台湾囡仔去日本参加2021年第53届国际化学奥林匹亚比赛，昨昏嘛传回来好消息。伫79个国家310个参赛者当中，咱的囡仔摕到3个金牌，1个银牌，伫国际上排第3名，敢若输中国甲洛西亚。来关心联合报，针对人力银行有一份上新的半导体产业人才白皮书。内容是显示讲，半导体要找员工，伫今年的第2季是创下6年外新高，平均逐个月拢要找差不多27000人。若工程师是上该恶找，搁欠15000人，比第一线的作业员搁较歹找。这嘛显示咱台湾半导体人才是真欠缺。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宣布要参选国民党主席，伊昨是表示讲，总讲大家对即马满意，伊就唔肯出来啊。伊嘛表示，去年伊是希望讲世代会当交替，会当互少年人来承担做主席带头的工作。也毋过即马国民党党的状况，互伊一定爱出来搞。江启臣是表示，面对2022年甲2024年的选举，伊保证伊是上届公正的，嘛袂参选2024年的总统。来关心振兴5倍券，上紧伫9月份要推出。有风声讲政府是想要来有关数位券的使用率。行政院这边是表示讲，确实有咧讨论，希望会当增加数位券的使用率。你好，现在三明治家以内有这15块的优惠哦。伫休困进前拍拼推销，无论多少，拢希望会当补贴挂。业者表示，5月份疫情爆发了后，生理是规个土。业者希望振兴方案会当赶紧出来，互因会当较有生理的。另外有风声讲，政府会伫9月份推出5倍券，而且按算提悬数位券的使用率。业者是真赞成，因为纸本的袂当找钱，佮有相关的限制，对因帮助无大。毕竟也有在使用来配，能找零的话是最好。第一个是零接触嘛，第二个就是说在数位券的使用上，对我们整个数位支付上面也是会有助益的。部分做业者表示，希望未来推出5倍券会当排除电商平台，限制敢若会当伫实体店面使用，因为这对3级警戒禁止伫店面食饭，受到严重冲击的店头才会有帮衬。不过业者嘛讲到去年3倍券的缺点，希望今年的5倍券会当改善。我们可能要到下个月才能去转换为现金，所以让我们的现金流其实是不够的。我也不能用3倍券去付薪水啊。不过部分规模较细的店头认为讲，去年3倍券对因来讲无啥帮助，因为买物件金额无大，大部分的消费者也是用现金来纳钱，不如就发现金。现金就好了，你用消费券还要到银行去换，麻烦。如果发现金的话，其实大家会拿去可能储蓄啊，或是做一些其他的功能做使用。去年3倍券变512亿5千万，今年可能会发的5倍券，暂定是伫1100亿的预算。
会以实体馆甲数位馆同齐施行的方式，也会当消费的所在，包括餐饮业、夜市啊、百货公司、小卖店等等，也敢会排除电商平台，要伫研议当中。学者认为讲，上届透动施行的时间是9月初1。开学，或者是说，大班生可能到9月中、9月底嘛，9月初那一段还可以透过观光旅游来刺激。学者表示，高卖馆会当创造偌济经济效益，都要看疫情敢有控制落来。只要民众愿意出门消费，加上目前边境有管制，敢会当伫国内消费。若是点头佮推出较侪优待方案，来请侪人客，就会当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2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721例，中国病例有93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是超过9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600万例，印度超过31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595万例，伫法国是超过624万例。来关心越南的Delta变种病毒的疫情继续咧升悬，一寡省市的宵禁，即马按算要搁延长2礼拜。另外，伫印度今年4月份爆发第2波的疫情，嘛造成1500万人失业，其中上侪就是负责人占多数，女性伫疫情当中，即马是比英国搁较弱势。伫越南河内地区的居民，若要入去传统市场买菜，就要有菜尾单才会当入去。去年不是防疫模范的越南，自世界发生新一波疫情，伫咧Delta病毒继续传开，目前的确诊人数已经到145000例，死亡人数超过1300人，其中8%是伫过去1个月内死亡。为了要防止疫情扩大，当局伫8月宣布，乌这边市加南部其他18个省市原本的宵禁措施，会自8月初2开始，搁再延长2礼拜。河内后礼拜到期的封锁期可能也延长。Mình thấy cái việc mà đi chợ chia theo ngày như thế này thì rất là nó cũng có một chút tác động rất là tích cực trong cái việc phòng chống dịch Covid. Thứ nhất là để cho người dân giãn cách, rồi là hạn chế tập trung đông người ở chợ. 伫即马越南全国有1/3的所在是封锁，要有许可证才能出门。不过河内伫咧上下班时阵车也是真多。Trong cái khó khăn nhất trong cái việc xử lý ở đây là cái lượng người ra đường vào cái giờ cao điểm là vẫn rất là đông. Nguyên nhân thì là do cái tình trạng là các cái văn phòng công ty vẫn cấp giấy đi đường và vẫn tổ chức hoạt động, tức là chưa thực hiện nghiêm cái chỉ thị của Ủy ban thành phố về cái việc là áp dụng công nghệ thông tin để làm việc tại nhà. 越南的人口9800人，即马只会有风险的比率只敢6%，速度算慢。当局希望伫咧明年初达到群体免疫。另外，印度今年4月疫情2遍大爆发，虽然即马有较稳定，不过对经济影响真大，有1500万人无头路，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印度小型的企业组织估计，妇女差不多占失业人数的60%。还有一项数字，去年就失业的妇女有4/7到即马也找无头路。像即间成人厂复工了，会当转来上班的员工拢是男性。Anytime such a problem comes, they are the first soft point. So the question comes to your mind is to reduce your cost. What are the ways you will do that? So in Indian scenario, what you do that first is to wipe out your staffers. 工会团体讲，伫咧做基层较无需要专业技术工作的妇女，伫经济困难的时阵，上容易被牺牲。政府无甲因斗相共，结果造成女性愈来愈散扯，家庭剥夺同婚、失业的现象也愈来愈增加，已经和印度的男女无平等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曾回面编译。那伫波兰有伊放射注射站已经连续2届放放火烧，当地卫生部长就谴责讲，这款行为袂属是恐怖攻击，会致使害因的疫情愈来愈食力。另外，伫德国已经宣布讲，对9月份开始，因要替老大人甲高风险族群另外加注一档 mRNA 的预防射，要提高因的保护力。
兰东部小镇萨摩斯市初一暗时连续发生2件疫苗注射站防放火案件，国家上国来进前原来有几多件反疫苗人士针对注射站攻击。波兰政府表示会加强注射站的安检，佮谴责放火行动是恐怖攻击。 Doszło do aktu terroru, który jest skierowany nie tylko wobec bezpośrednio tych osób, które tutaj pracują czy pracują w powiatowej inspekcji, ale to jest akt terroru wobec państwa. 尼泽斯基是讲，攻击目的就是要阻挡民众卖去注疫苗，进一步造成第4波疫情爆发，提高再一次封城的可能性。到时阵限制措施又会予社会充满负面的情绪。目前波兰已经有46%的人完全注过疫苗，不过过去这几礼拜注射速度却快速变慢，让使人烦恼。 准讲完整注过疫苗，保护力嘛无一定有够。德国初二宣布要针对较侪岁，也甲身体较烂的人，有注过完整疫苗以外，佮注加强剂，一定9月开始注。另外呢，就是注2剂 AZ， 也是注1剂胶性疫苗的民众，买当加注加强剂，提升保护力。 They would be administered. They would receive the messenger RNA vaccine. So only the BioNTech, Pfizer, or the Moderna shot, because those vaccines have been deemed more reliable when it comes to fight the Delta variant. 伫即个同时，世卫组织 WHO 表示，欧洲累计确诊数已经突破6000万例，呼吁各国民众爱赶紧注疫苗，而且遵守挂喙暗、过来洗手、保持距离这防疫方法，袂使放零。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的疫情有反复的趋势，纽约市是宣布讲要去餐厅食饱，要去健身房运动，要去这室内的场所，拢一定爱提出注过预防针的证明。这个新的规定嘛，创下美国上大声。来看，为着要控制疫情，土耳其即马是咧讨论讲，打算要予18岁以下的少年囡仔注预防针。那伫南非是为着要提高注射率，南非的总统是发声讲，注预防针才是爱国的基步。 来看，关心香港的国安法限制自由。网络媒体端传媒宣布讲，香港已经豆豆啊失去新闻自由啊，所以因的总部要刷去新加坡。另外，香港的艺术家吴国才也宣布讲，伊已经搬来咱台湾住。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6个本土病例，佮有3个带病入境的案例，佮2个人死亡。 针对注预防针的部分，目前已经开放到第5轮，大约有519000人会当去注莫德纳预防针。另外，中央嘛按算要搁送52万吨的 AZ 预防针予地方，替中学的老师甲补习班的业者注射。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初3各增加16例，个案是以新北市10例上济，第二是台北市4例，嘉义县2例，各增加2例死亡个案。 新北市的案例比较多哈，主要是一个群聚，好，那这个群聚哈，那新北政府哈也很快的哈，把相关人员都已经匡列隔离。 因为 AZ 疫苗已经特别驻还，指挥中心宣布第5轮疫苗会开放莫德纳疫苗有用，优先对象是第1到第3类甲有新的惠龄人已经完成第1剂，而且8月12进前届满28天的人，也有7月19进前已经意愿登记莫德纳疫苗，而且是65岁以上老大人甲55岁以上第9类对象，会为这礼拜是初5早起10点到初7中昼12点开放有用，为11开始自有50%。 人数差不多是51.9万人。就这个预约平台的，我们会发出519196剂，当然要看看在未来几天在预约的情况哈是怎么样。另外，考虑特别开下为确保校园防疫安全，指挥中心要搁配送52.57万剂 AZ 疫苗，予地方政府提供各种高中老师甲补教业者来做。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乡亲，咱做伙关心咱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6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394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是6812例，台北市是4814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88例，苗栗549例，嘉南有314例，伫彰化是272例，那台中有207例。昨昏有新增加3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全台湾
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721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394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来关心双北，伫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10个本土病例，这内底有8例拢是伫居家隔离期间互验出阳性，那内底有4个是外籍看护，主要是因为某一间小型的病院内底发生病院内的群组感染。那针对台北市有2个人是住共户小话，也有2例即马当地走出感染源。新北市初三增加10个本土病例，是全台湾上侪，2例是新增加的个案，8例是居家隔离的时阵阴性转阳性，其中4例是邦桥一间病院内底封控内的外籍看护。8月初1，一个患者按号15792确诊了后，病院扩大酷烈采检，发现有4个住共间宿舍的外籍看护，核酸检测是阳性确诊，所来搁扩大采检182个人，目前有5个人 PCR 是阳性。扩大框列呢，扩及到全院的住院病人、看护、陪病者以及他的工作人员，总共呢采检了182人，居家隔离呢框列了86人。那后续呢还有5位的病人目前 PCR 阳性，所以呢这5位呢可能会列入明天公布的个案。邦桥一间小规模的病院标出群组感染，初2休困做大消毒。也那初3居家隔离阴性转阳性的个案，也有因伫沙丁堡的2个朋友嘛染病，5股甲南口嘛拢有一个朋友去画着。也那新增加的2个个案内底，一个是伫沙丁堡家庭内底互相相会，另外一个是伫新店，伊陪因兜的人去体检站做体检确诊，感染源还佫伫咧调查。新北市嘛公布2个确诊者的行踪，拢伫咧中和 Costco、甲大润发，还有邦桥的爱买。台北市初3新增加4例本土个案，2例是家庭小话，目前已经扣列相关的接触者安排采检甲居家隔离。针对今天确诊公布的4例当中呢，我们都已经进行疫调。那主要的感染源是家户感染哈，那另外有2例的感染源正在厘清当中。台北市嘛公布一个确诊者的行踪，伫8月初1确诊。7月30迄天，为台北坐高铁去中华，这个过程差不多6点钟。半路伊有伫咧高铁的台中站休半点钟。这个个案捌坐过坐运甲高铁，初2拢已经完成消毒。卫生局表示，这个个案并不是高铁站的站务人员，伊是伫咧台北食头路去中华出场。目前已经透过下关市合作，扣列相关的接触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家己水上的工厂群组感染这个案件，佫新增加2例，其中有1例是确定病例员工厝内的人，所以相关的案例目前已经有13例。经过检验，这人拢是去挖到英国的变种病毒，毋是 Delta 变种病毒。那嘉义县即马是目前全台湾也无开放会当现食的县市。嘉义县工厂群组案，佫新增加2例，是一个确诊的员工，暗号15764，伊75岁阿嬷，甲一个19个月小妹。因为这个员工的后母伫7月29嘛确诊，因小妹甲阿嬷还佫有阿姑，3个人伫7月29入去检疫所了后是住共间的。8月初1，小妹开始出现发烧等等的症状了后确诊，而且因阿嬷嘛验出确诊，目前因阿姑 PCR 的采检是阴性。阿妹因为才10个月大，那当时她的妈妈因为是确诊的。所以当时他们是不可以在一起。那现在2个都确诊了，所以我们现在安排他的这个10个月大的这个小女生那就是跟阿母在一起，那一起在医院里面做诊疗。水上乡工厂的群组案累计已经有13例，指挥中心嘛，甲其中2个确诊者做基因定序。现在嘉义县为7月31开始扩大设立体检站，到8月初3中昼为止，已经甲1604个人做体检，目前全部拢是阴性。我们做了15760跟15761的定序，那都是英国变异株，都是英国现在在台湾主要的这个英国变异株，所以在变异上面也没有一个特别的情况。陈时中表示，这个群组案目前的变化有较稳定，嘛希望这个群组案真紧就会当告一段落。另外，嘉义县府表示，这礼拜也是真重要的观察期，禁止伫餐厅甲夜市内底食物件的措施，也会继续施行，暂时无要调整。记者综合报道。那双北自昨开始是开放会当伫餐厅内底现买现食，连超商大卖场的美食街嘛拢已经安排座位会当开放。业者认真咧消毒，嘛安排人客让位坐，保持距离。虽讲已经开放也毋过真侪人也是惊惊，有人拢是坚持讲要抱回去食。
一个人的位三面拢放假饭，湘北市的餐厅找三起开放式来用餐，业者加强防疫，希望人客通增加。现在有接到那个电话定位吗？目前还没有，会希望回流到之前的大概6-7成吧。所有的东西都消毒，然后要全部换新的。那然后手套啊、面罩、口罩都要戴好。餐饮店员表示，因家己嘛惊互人喂着，所以消毒清洁一定要照起工。伫这间大卖场的美食街，原本有500个座位，即马嘛只开放50个，搁较甲距离扣到2公尺以上。实施是连坐，但一入口等等的措施，不过伫用餐的时间，实际来到现场的民众其实无几个。我是可以接受啊。还有隔板呢，现在隔板都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大家都比较很自律的啦。因为我还没有疫苗，我还没有打，对。所以觉得还是不太放心。对。政策拄开放，点头期待恢复早前的营收。不过现阶段还是有民众认为买早走较安全，所落来疫情甲注意放射的比率，嘛拢会影响到民众对伫外口食饭的信心。记者陈亚文、石桂林采访报道。来关心奥运美术这项比赛，是奥运一个人甲动物爱合作的比赛项目。人爱去参加比赛，选手爱去，马仔嘛爱去。负责300多只马仔去东京的是一间真有经验的货运公司。这个马去日本的时，嘛是接受卫生商务舱专级的服务，唔但食好，阁有专人的照顾。大型的飞机停好了，对后边侧门落一个大型的箱花。机场工作人员伫箱花内面看做一只马。奥运开始了，除了运动员参加比赛，还会照顾另外一种选手马，因为这款马是要甲选手即天参加马术的比赛。The horses landed well, so yeah, now they're here and we are so happy. 今年奥运马术项目有50个国家参加。要安怎让这款马伫咧运输过程中心袂定、身体舒适正重要。这批到东京的马总共有36只，先伫咧比利时机场的马酒店了，结果最近上飞机，半路伫咧杜拜加油，安排机组人员换班，前后飞18点钟才到东京。负责送这款马选手的北顿公司，是有几多年运马经验的货运公司，自1960年开始运送竞赛马，这边甲阿联酋航空合作。负责运输奥运的马，为了配合这款马伫咧运送的过程，感到舒适，互因踮伫咧公司特别所做的运输用的马房，每一只马拢有专人照顾，也有兽医缀伫咧边啊。为了18点钟的飞行，货运公司还阁替这款马串一班2000公斤的食的物件，逐顿拢是特制飞机餐，互这款马伫咧规个过程中，拢会当食草啊做洗手啊，其中的温度定伫咧-16度。对因的待遇，袂输敢若是人伫咧坐商务舱。除到东京了，日本赛马协会出动11台特别的卡车，将这款马送到奥运比赛场的专门的马房。较特殊的是，因为欧洲今年发生马抛情病毒，或自欧洲来的马就要先经过60天的健康检查，加7天的隔离，确定无问题才当去东京。今年奥运的马术比赛，一般成组的舞步、越野、甲场地障碍赛3项比赛，50个国家的选手超过300只马，要争取45块奖牌。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天气报你知，提醒乡亲气象局是表示讲，风台路壁上紧伫今仔日会继承，拜四到拜六可能会影响台湾。不管伊的路线安怎行，拢爱细致的引进西南风带来大雨，也是大水雨。今仔日各地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若西半部高出现局部大雨，过昼了后，山区嘛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
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